下载 BITHK Exchange 手机程式 APP， 现在看到 Android 的 APP 了，是怎么来的？在 Google 搜寻 BITHK Exchange， 也有人搜寻 BIT Exchange， 可以看到这项 BITHK， 看从上面滑下来找。要找到 BITHK 这个大字的 HK 会不会是红控呢？香港呢？偶币网是中国大陆创立于2013年，按进去看，看那个字是不是简体字？英文的嘞。可能有没有看到这一页啊？现在这一页里面，在这一页里面有没有看到？有看到 Android 的，有看到 Android 的，这个就是手机程式 APP 下载点按下去，哦，有没有看到 Android 的 APP 按下去？诶，按下去没有反应啊。原来是这样。